可是他現在還是個清潔工，這是不是說明顧西城根本沒有把他當回事兒？你說什麼？你讓你老婆當清潔工？哎呀，本来我就想逗逗她，可谁想到这樣。不過，我已經向她道歉了。我没聽錯吧，顧西城？你給一個女人道歉呢？啊？這事兒確實是我做的不對，道個歉又怎麼了？那現在怎麼樣了呀？現在我不讓她來上班，她說她在家裡無聊，非要過來。那你給人家安排一個稍微輕鬆點的工作嘛。是啊，我也是這麼想的，可是他不同意呀。他不同意？我的天哪，他有潔癖嗎？当清洁工上癮是吧？他說他不想讓公司的人知道我們之间的關係，想體驗一下普通人工作的樂趣，還不讓我暴露他的身份。哼，那你同意了吗？那不然呢？喂，上阵，都听見了嗎？沒錯，顧西城被一個女人拿住了，他對那個女人唯命是從。快點把電話掛了。何小姐，馬上就可以看到全新的自己了，不要緊張啊！來拆吧。這段時間你配合得很好，我相信效果會非常好。看看吧，怎么样？感覺怎麼樣？我感覺很好，醫生，謝謝你。這次你的狀況沒有出現什麼異常，已經非常僥倖了。說實話，何小姐，你的皮膚狀況並不適合整容，如果再次動刀的話，恐怕以後就難以修補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會再動刀。行，你能記住就好。好了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不過你要記住啊，在接下來這段時間裡呢，一定要按照我說的去做，好好的保護你這張臉。另外，因為你跟常人不一樣，如果你想要長途旅行的話，我勸你再等一段時間，因為你現在這個傷口啊，外表看起來沒什麼問題。